万。
感谢天父上帝，互咱会当伫即个世间经验伊极其丰富、无共款的恩典。伫咱真习惯主日礼拜三甲斗阵过去的经验中间，伊互咱学习，逐个人伫厝内，咱同心要来敬拜。所以请兄弟伫三甲参与礼拜的中间，会记得你的手机犹原毋通去送信息出去，毋通转贴，因为你安尼转出去，就会影响到别人伫礼拜中间伊会受搅扰。咱犹原共款，专心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上帝。伫造的中间，伫造乐的中间，咱陪伴咱的心。在家己中所充满的世界，甲点伫伊中间的拢属耶和华。伊将地建立伫海的顶面，安置伫大水的顶面。咱同齐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第2首，圣在圣在圣在，咱吟全首。圣在圣在圣在，全能大主宰，难得超过这小阿罗上主尊名。圣在圣在圣在，将你的内高。咱同心来祈祷，万权能的主，听阮世间人的上帝，阮感谢你，伫你所甲阮陪伴特别的时刻中间，互阮会当通过真实的心灵来敬拜主。阮感谢你极大的疼甲恩典。阮也特别伫这个时刻要献上阮的阿罗诗。圣在，圣在，圣在！伫
你是全能的大主宰，愿你会当接纳阮伫你面前所摆列的，也互阮的懊恼真正是对阮的心底所出来，通互阮的人生也充满是吟诗懊恼的生活。所以，阮特别要为着过去即礼拜献上感谢。虽然在台湾因为肺炎疫情的关系，真侪活动、工作、出入行动拢受限制，也久，阮愈来愈经验，阮的心灵含主结连的时，阮是得到自由，阮是得到开阔的。献上阮的感谢，阮也求主你赦免，当即个疫情的影响，互阮免不了有一寡的埋怨，一寡的心情，一寡的冲突产生。愿主你通过耶稣基督，踮伫阮人甲人中间，伫阮的生命中间，正做和平的使者，拆掉迄个互人隔离的墙，真正去领受主耶稣基督你为着阮所促成的和睦甲合一。伫即个时刻，阮也搁一摆献上阮的祈祷，恳求主你照你所甲阮讲的，得救是在地活倒转甲安息，得着快乐是在地平静甲信靠。感谢主，互阮伫过去即2个月深深学习，活倒转来甲主面前的安息，互阮深深学习真实的平静甲信靠，通互阮得到救，得到快乐。伫即个主你所陪伴的时刻，嘛是阮看时到的时刻，阮到主面前感谢。互阮会当倒转来主的家，伫即个信仰的大家庭内面，阮同心阿老敬拜，领受你所想事活命的话，通互阮会当亲像鹰照天时飞远，搁一摆主为阮定着的目标来跑走。阮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即个时阵有缘共款，要用主耶稣教示咱的祈祷文，伫咱的心、伫咱的灵内面，同齐来祈祷。愿天地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误，亲像阮也赦免过误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咱也要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所相信的。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感谢主，互咱以活命话，咱要用诗篇24篇对第30开始，咱要来启用。啥人会当上上主的山？啥人会当入伊的圣殿？就是手清气，心纯洁，无拜偶像，无随便咒詛的人。这款人会上受上主的祝福。上帝要拯救伊，宣判伊无罪。这款人祈求上主，到那个上帝面前来调见伊。
城门啊，就拍开，永远的门啊，就大开，荣耀的君王要入来。这位荣耀的君王是什么人？是强各勇的上主，伊是百战百胜的上主。城门啊，就拍开，永远的门啊，就大开，荣耀的君王要入来。这位荣耀的君王是什么人？是万军的统帅上主，伊是荣耀的君王。阿门。这是咱同齐要人领受上帝话，咱先看马可福音第1章甲第6章这2段。约翰已经关家耶稣到加利利传上帝的福音，讲日期满啦，上帝国近啦，恁就反悔来信福音。第6章14节安尼讲，希律王听去，因为耶稣的名声已经出，就讲。惊洗礼约翰对世人中国话，所以有这个权能对伊显出。若是有别人讲是以利亚，阁有人讲是先知，亲像先知中的一个，总是希律听去就讲，我所抬头的约翰已经过我，因为希律家己捌找人掠约翰白衣伫家里，是为着希律的兄弟腓力的某。希罗底的缘故，因为希律有带伊，是约翰八甲希律讲：你带兄弟的某是不应该。希罗底就怨恨约翰，爱杀伊也未得着，因为希律知约翰的做人义国性，所以敬畏来保护伊，听伊的话，就大大丢毒，也欢喜听伊。咱同齐。来读《以弗所书》第1章第8节到第10节，咱会当做阵来读。伊将这个文典用大项的智慧甲见识，赏赐咱到满满，已经互咱知伊旨意的奥妙，照伊的好意，就是伊伫本身所大声定着的，要伫这个日期圆满的时。设法互万民，不论伫天里的、伫地里的，拢伫基督来合一。所以，咱今仔日的金句就是《以弗所书》第1章第10节，咱做阵来读一摆。《以弗所书》第1章第10节，就是伊伫本身所大声定着的，要伫这个日期圆满的时，设法互万民。不论伫天里的、伫地里的，拢伫基督来合一。这时小诗班要带咱来献上乌罗，所要吟的，我真爱讲这故事。真爱讲这故事，天顶奥妙的台，论主极大的恩根，以及大忍耐。我真爱讲这故事，因为我在世时，互我心安偏地久，也给旁回的面。我真爱讲这故事，就地要讲这故事，永远新新的故事。照亮着我的主，我真爱讲这故事。
听告别，他的爱讲这所作，被人的灵的心，也是纪念这故事，救出人爱无眠。我真爱讲这故事，像你也讲这故事，永远是新的故事，少年听我的主。我真爱讲这故事，像你也讲这故事，永远是新的故事，少年听我的主。你真伟大，阿门。感谢小诗班这么美妙的歌声，今天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响宴。我爱听这故事，虽然这故事是旧旧的故事，我们听过很多次，但每次听，每次新的领受。感谢神，在疫情时期还有机会能够在讲台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图是。这一次6月18号台湾神学院的线上毕业典礼，我们现在都是线上直播哈，很多学校的毕业典礼也是线上直播。那我特别选这张照片，是因为那天我看了这个母校的线上直播呢，看到学校毕业典礼现场只有一个学生哈，2位学生代表，然后就是院长、教务长，所有的毕业生通通都在。线上参加那一天的毕业典礼。那这个毕业生代表呢，那天他致辞的时候，用了这一句很有名的句子，就是这是最坏的时刻，也是最好的时刻。为什么他说这是最坏的时刻？因为我们晓得这就是一个疫情的时代，他们受装备许久，准备要出来被神差遣。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却好像没有感受到一个完整的差遣的礼拜。但是感谢学校也愿意来祝福这些学生，所以他们其实用了很多的这个线上影片，还有音乐，用非常好的一个预备呈现的方式呢，也借着线上毕业典礼，我们那一天参加线上毕业典礼的人都有很大的感动哈。还是能够让这些学生感受到，这真的是带着满满的祝福受差遣。所以这个毕业生说，虽然这个时候是最坏的时刻，但同时也是最好的时刻。好像跟原本所预期的是不一样的，是充满挑战的，但却也是恩典最多的时刻。当我们讲到受差遣的工人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最近在经课表，我们主日的进度在马可福音。整个马可福音很重要的一个焦点是要叫门徒能够对耶稣基督有正确的认识。当你对主有正确的认识，你就会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回应他。作为受差遣的工人，要非常清楚知道我们所跟随的主是怎么样的主，我们才知道我们所要传的是怎么样的耶稣。而在马可福音里面，今天我们要用的故事，他虽然不是耶稣的门徒，他却是一个工人很重要的榜样，一个模样，一个模型。他是开路先锋约翰。刚刚我们已经读过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在马可福音6章14节，他说耶稣的名声传开了，希律王也听见。我们知道希律王其实先前他可能对耶稣并没有那么了解哈，但是我们在看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会晓得，耶稣有好几个重要关键的事工的起头，都跟约翰是有关。这是其中一段经文，在
6章的这段经文，他说耶稣的名声传开，希律王也听见。有人说施洗的约翰从死人中复活了，因此才有这些异能在他里面运行。但别人说他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正如先知中的一位。希律却听见说，是我所长的约翰，他复活了。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到，希律王他已经把约翰斩首了哈。其实从6章14节、16节，我们知道约翰已经死了。可是在这段故事里，我们看到希律却好像回顾，或者是思想回忆约翰，他有一点点的后悔。那显然他可能其实希望是约翰复活哈，所以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就看到希律王他的意念思想的一个改变。17节，原来希律为他兄弟非利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派人去抓了约翰，把他绑在监狱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所以原本呢，他只是把约翰关在监狱里，因为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占有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法的。”因此，这个妻子希罗底就怀恨约翰，想要杀他，只是不能。因为呢，希律王其实是怕约翰的，他知道他是个义人，是个圣人，所以就保护他。虽然希律王听了约翰的讲论，常常是十分困惑，在这里说犹疑不定，他心里没有定见，好像听了觉得是好的，可是呢却做不到，但是他还是愿意听。所以其实希律他本来是不想杀约翰的，但是他为什么会做了这个错误的决定？我们知道哈，这张图是希律王还有希罗底跟他的女儿萨罗米。他的有一天，在这个希律王生日的时候呢，他就希罗底就叫他的女儿来跳舞给这个希律王看哈，还有所有在场的这个宾客。那这支舞呢，后来非常的有名啊，就是萨罗米之舞。这个舞呢是一个非常艳丽的舞，以至于那一天看了这个舞的所有宾客呢，心里就大欢喜，所以这个欲念动心哈，然后他们就很高兴。这个王呢就对女孩说：不论你要什么，向我求，我都会给你。这个萨罗米就跑出去跟希罗底说：妈妈，我该求什么呢？他的妈妈说：你要去求施洗约翰的头，也就是这个妇人终于找到机会，可以来除掉这个向王来发谏言的这个约翰。他就急忙去见王，他的女儿就去告诉希律王说：王啊，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当我们看到这个故事走到这里的时候，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心里怎么思想，因为我们知道，就在前面我们读到的，其实约翰他是一个非常受到敬仰的人，他的服事作为上帝所使用的先知，而且是预备基督道路的一个人。其实他在那个时候的社会，就算他非常的低调，我说应该不能说低调，就是他不是一个很愿意在高位的人。可是呢，所有这些政治圈也好，或者是上流社会的人也好，都是非常尊敬他的。其实如果没有人民同意，是很困难能够对约翰动什么手脚。但是希罗底呢，他借着这一次王生日所发出的这个语言，好像王一讲就不能改变这样的一个事情，他就找到机会除掉约翰。其实如果我们前面看了，我们晓得希律其实本来不想要杀他的，只是因为话讲出去了，面子拉不下来，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当我们心里没有定见的时候，即便我们常常听真理，我们还是会做错误的决定。所以希律虽然喜欢听约翰所说的、所讲论的，但刚刚我们也读到，因为他心里没有定见，甚至听了也不去行，所以在关键的时候，他还是做了错误的决定。所以当我们看到最后约翰的下场，他是一个被杀害的。我不晓得大家看到故事看到这里的时候，心中的感觉是什么？这个是在几年前，圣经
考古的这些学者所发现的这个遗址哈，在约旦境内，可能左边这个就是现在的状况哈，他们发现了当时候希律王的这个宫殿，那右边他们重建了当时候的示意图，可能就是长这样，也就是可能是在这个中庭的院子，萨罗米跳了那一支非常有名的萨罗米之舞，然后呢，就在这里，约翰也被判斩首。我们看到这边的时候，我们要回过头来看。约翰作为一个被差遣的工人，他能够被栽培到现在，或者是已经装备成现在这个样子，他的服事是非常有果效的。我所谓有果效，是因为他出身名门，他的妈妈是亚伦世家的，是祭司家族来这的，他的爸爸也是当时候甚至是出生的时候抽签抽到能够进到内院去服侍上帝的。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出生的时刻呢，是很特别的时刻，因为他的母亲本来是不能生育，因为他父亲在服侍的时候见了异象，所以约翰的妈妈才怀孕他。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的出生是在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底下出生的，所以他从小就非常的有名，他的家里也非常的有名。然后不止如此呢，他从小又被分别为圣。然后他就是在旷野，他的生活跟他的传道，他从小就穿骆驼毛的衣服，然后在旷野吃蝗虫野蜜，那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奉献哈，是被献给上帝的。然后他宣讲悔改的信息，他在约旦河边做这个宣讲悔改洗礼的事工，非常非常的成功。我们知道，在当时候的社会，有非常多人从各地就到约旦河去听约翰的讲道，然后呢，在那里他们就受洗，受这个悔改的礼。所以约翰在当时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他也是个义人，所以大家都尊重他，他有名望，他受人尊敬。如果我们看一个人他的服事跟他的装备走到这里，其实算是非常成功的。可当我们在讲回想刚刚前面我们读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不免思想，如果一个成功的传道人一个非常有名望的传道人，他应该要跟政治界或是跟当时社会这些政商名流都有很好的关系，甚至就算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关系，也不至于最后他的死竟然是如此的凄惨。他并不是为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而亡，他纯粹就是因为一个人的妒忌，还有一个人的愤恨，然后再加上这个希律王本来应该是挺他的力量，只因为自己的面子拉不住，就让他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所以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在讲这样的死是值得的吗？这样的服事对那个仆人，对上帝的仆人来说，这样的结局是对的吗？他服事走到这个结果是算成功的吗？我们如果思想整个约翰的一生，我们真的会觉得他如此成功的一生，从小时候一直到长大，就算他不是很有钱，他起码受人尊敬、受人敬仰。可是最后他的死亡，他的结局却常常让人觉得不胜唏嘘，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件，纯粹只是因着一个人的嫉妒。可是在这个死亡的背后，我们却看到，也是在我们前面所读到的经文，因着这个死亡，其实希律王他心中也开始产生一个不一样的思想，他心中开始去思想说，我这个决定是对的吗？特别因着约翰的死，我们知道其实他开启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工作，也就是耶稣开始他正式的一个服事。施洗约翰作为主预备道路的人，我们从马可福音1章3节就可以看到，他就是那个在旷野有声音呼喊说，预备主的道路，修直他的路的人。不止如此，约翰在下监以后，耶稣才开始来到加利利宣扬上帝的福音。约翰作为耶稣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引言人，或者是说把他带出来的这个人，引荐人。从约翰成功的事工里，他为耶稣施洗，他把耶稣介绍给众人，甚至
约翰在他下监的时候，耶稣就接续这个传道的事工。当然，他不是接续约翰的事工，他是接续开始宣扬上帝国的事工。耶稣从那时候就开始讲，日期满了，上帝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当我们看到约翰的一生的时候，我们越来越清楚看见，作为一个上帝的仆人，作为上帝所差遣的工人，我们应该有的生命样式是什么？我们不是自己成功就好了。我们看到约翰，他看见耶稣出现的时候，在约旦河边那时候，他还是我们讲好像很有名的这个很有名望的牧者，或者是说很有名的这个名人。可是他看到一个新秀，刚刚受洗的，未来是他的日子的这样的一个人出现的时候，他介绍给那个时候的门徒们、百姓们，告诉他：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而约翰甚至在最后他下到监牢以后，他的门徒到监狱去看他，他就问他们说：那个耶稣现在在做什么？门徒告诉他说：他在外面传道、医病、赶鬼，他做的事工非常的成功，让人心中不免思想：耶稣作为约翰的表弟，你们知道他们的母亲是表姐妹，耶稣作为约翰的表弟，他会不会是接续了这个表哥的名望，而站在这个名望之上继续宣扬他的事工？但是约翰在那个时刻，他却没有说：那他在哪里？为什么不来救我呢？我以前这么介绍他、引荐他，我带着他，让他能够向世人介绍给世人，让更多人知道耶稣。他怎么没有来监狱把我救出去呢？在那样的一个时刻里，约翰没有这样的抱怨。当门徒告诉他耶稣在外面所行的事工的时候，约翰非常清楚，并且讲出这句非常有名的经文。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作为一个受上帝差遣的人，作为上帝的工人，作为上帝的儿女，作为耶稣的门徒，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生命所要追求的一个方向。我们要很清楚知道，我们最终被装备起来，被成全起来，是要叫人看见的不是那受装备的生命而已，而是看见我们呼召我们、装备我们的上帝，看见那个亲自在前头为我们成全一切的耶稣基督。约翰做了最完美的呈现，在监狱里，在他最潦倒的时候，他说：他必兴旺，主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服侍一切的果效，都不是要指向我能够在这个社会上是不是成为一个与政治界、与这个经济或者是上流社会与什么样的人有更多好的关系的人，不是。我们所有装备起来的目标只有一个，叫人看见主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约翰在作为上帝的仆人，作为一个被差遣的工人，作为一个为基督预备道路的人，非常重要的告白以及生命的展现。我们有可能吗？是有可能的。凡是能够传讲正确的信仰与成就上工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为主耶稣预备一条通往弟兄姐妹心中的路。只要我们能够对这个基督有正确的理解，我们对他有正确的认识，我们对他有正确的跟随，我们也愿意回应他所呼召我们的圣工，在每一件事上我们来顺服他，我们就有机会为主预备一条通往每一个人心中的路。而这条路是能够充满恩典，那样的能力能够渗透到每一个我们所接触的人身上。真理的光能够借着我们如此的顺服，能够借着我们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样的展现，来照耀所有我们接触的人。所以我们昨天教会也开始线上的培训，从怀疑到相信。我们从昨天开始这个装备课程，就好像约翰他跟希律王的关系。希律王从一开始的搞不清楚状况，怀疑，他也听，但是他没有定见，直到后来借着约翰的牺牲，借着约翰的死亡，借着约翰勇敢地指出真理，这个王也开始对真理产生新的理解跟认识。
所以我们在教会从昨天开始，很感谢神，我们有将近40多位的同工在线上开始接受这样的一个装备课程，为的就是希望未来有机会，我们能够更多来带领人从怀疑走到相信，不是从看我们开始，而是从我们所讲述的，说我们生命所呈现的，所信仰，并且用生命实践出来的，来带领他们，帮助他们从怀疑走到相信。这是约翰生命的展现。可是约翰不只是如此，更重要的是他把耶稣引荐出来。而耶稣引荐出来这件事情，我们就更需要了解耶稣出现了，约翰结束了，而耶稣到底要对这个世界说什么？当我们把人带到教会也好，或者是我们的陪伴过程，是带领人、陪伴人从怀疑走到相信以后，我们更要知道，他们要相信的不是我这个人，不是看见我这个人，而是认识我们背后的那个基督。约翰下监之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讲上帝的福音，所以约翰讲的是悔改的道理，而耶稣宣讲的是上帝国的福音。耶稣所讲的福音，这句经文也是非常的清楚，一句经文把耶稣在世上所传讲的重点都在这句经文里了。他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日期满了，如果我们在看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它有很多类似相近的词句，就是时机成熟了。什么样的时机呢？就是抉择的时刻到了。什么样的抉择呢？跟底下的经文有关。他说：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抉择的时刻到了。抉择什么？你们要悔改。悔改有2个层面，一个是信主，离开你原有的罪行；第二个，不是只有离开那个罪行，你更要转身以后持续专注的走向上帝，这叫悔改。我们常常只有做到一半，我们信主，离开我们过去的生活，然后我们就停留在那里，一直在那里挣扎，就像希律王一样，听见了持续的挣扎。但是耶稣来告诉我们，不是，时候到了，约翰走了，那个带你信主的，那个带你传福音给你的，不再是重点了，重点是你跟我的关系了。接下来你要因着我更加专注的持续往上帝走，你要活出一个完全不一样新的生活。你要信福音，也就是信耶稣所成全的工作，就彰显了上帝国掌权一切。特别是在哪件事上，我们知道其实就是在耶稣基督十架的工作上。借着耶稣十架上所成全的功，我们晓得上帝的能力、权力、掌权超过一切，超过一切黑暗的权势，超过死亡，超过我们所经历的各种苦难。因此，即便是苦难，即便是那黑暗的邪恶的势力，我们都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掌权一切。面对苦难，面对充满挑战的人生，耶稣说：你们要信福音，你们要相信我的十架胜过这一切。时候到了，所以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中间还有一句：因为上帝国近了，因为上帝国即将来临了，那日子即将到来，你们不要再拖延，你们要带着期待，带着盼望持续向前。疫情可能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现在，可是我们仍然还是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也正在经历他生命当中的一些风暴。可能这个风暴困难是短期的，也有可能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可能我们就是处在一个我们自己跳脱不出来的一个漩涡关系跟一个结构当中。我们可能会向上帝埋怨，我们也可能会觉得说：神啊，这是你要我面对的人生吗？我们可能会像约翰面对最后要被砍头的那个结局，我不知道约翰会怎么想。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问上帝：我装备了这么久，最后为了一支舞，只是为了一支舞，为了一个人的欲望，我就被砍头了吗？我就必须结束我的服事了吗？这会是我们期待的吗？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借着主耶稣基督他所传扬的上帝国的福音，这上帝国福音不只是叫我们悔改，更是信他，信那在十架上胜过死亡并复活的主，
信这件事情，以至于我们相信上帝掌权一切。我们领受在世上最大的呼召，就是这一个，就是我们必须相信基督，以至于我们相信他的死，也相信他的复活。我们相信悔改跟赦免的样式是可以在每一天的生活来活出来的。接着我们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形态，我们最终会得着在上帝面前的一个荣耀，得着最后的胜利跟真实的盼望。但是非常不容易，弟兄姐妹，就像我们前面持续在说的，如果今天那样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当中，我们愿意承担这样的苦难吗？我们愿意最后我们的结局像约翰一样吗？其实约翰死了以后，不只是耶稣的福音、耶稣的事工开始展开。约翰死了以后，那个固执或者是摇摆不定的希律王，突然也开始后悔了。他的后悔跟悔改是有关的。他可能还没有完全走向耶稣，但他开始听见耶稣的声音，也期待那个是他能够被挽回的其中一个错误。我们愿意吗？在我们的信仰旅程里，我们是不是常常只想走我们自己的路呢？很多事情我们可能并不明白，在我们生命或者是生活、人生里所遇到的，我们不晓得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但以弗所书1章说，他以诸般的智慧聪明，照自己在基督里所定的美意，使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着所安排的，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些不明白的，我们能不能够相信有上帝美好的旨意，并且是在基督里所定的美意？可能那个包含了我们所要面对的苦难，我们所正在经历的一些痛苦跟挑战。但是照着上帝所安排的，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这一切都能够在基督耶稣里的找到那个答案，找到被解决的可能性。不只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爱神的人是按神旨意所召的人。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吗？我们能够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吗？如果面对我们生活各样的一个挑战，跟现在我们处的环境，可能有些时候我们就是会跟上帝讨价还价，我们甚至会觉得这不会是上帝要给我的。我们有时候比上帝更清楚知道上帝要什么，对不对？那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我们看到约翰的结局，我们能够接受这样的结局是上帝的旨意吗？可是这有什么好挣扎的？因为我们的主也走过这一切。这个上帝自己就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奥秘我们永远都很难理解。可是我们所跟随的信仰，我们所相信的、所理解的这位神，是用这样的方式向我们彰显他的旨意。我们有明白这个旨意的奥秘吗？因着期盼上帝将来的行动，我们愿意在各样的关系，或者是我们现在的处境当中，来经历饶恕、学习饶恕，并且有在圣灵里面的新生命。我们愿意如此相信、接受吗？我们愿意相信，因为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他已经死过，而且得着荣耀，他也复活，以至于我们就期盼上帝在我们身上那个主权的彰显吗？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特别是基督徒，最大的一个危险就是我们常常只想要去解决问题。我们看到问题就觉得我们要来解决问题，但我们也忘了，我们其实就是最需要被怜悯的罪人。我们需要每一天在上帝的面前，用认罪的生命来向神祷告。也只有这个认罪，真正的认罪的祷告，才能带来真正的谦卑，以至于我们也同时得着勇气，面对我们所处的世界，跟所有在我们面前挑战我们的这些黑暗的势力。这是关键的时刻，也是成熟的时刻。时机成熟的时刻是什么时刻？就是你必须做出决定，做出回应，做出悔改的行动。当上帝发出邀请的时候，你必须回应他说：是的，
主，我愿意相信这个环境、这个处境有你的旨意在当中，以至于我们就愿意顺服他。福音的呼召是要叫所有相信基督的人能够学习以受苦的爱在世上履行上帝的胜利。这句话就带给我们极大的挑战。我们愿意学习在受苦的爱中来履行上帝的胜利吗？十字架不是一个我们要效法的榜样，或者是一个很哲学的哲学的思考的题目。十字架是一个真真实实已经完成的事实，它必须要用我们的生命来活出来、行出来。那我们生活所要行出、活出的十字架在哪里呢？很多时候，我们在陪伴弟兄姐妹的家庭，或者是个人的生命当中，常常听到非常多的故事，就是在面对这些的挑战。求上帝帮助我们，神知道我们所经历的，在关键的时刻、时机成熟的时刻，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学习的是听见耶稣的声音说：“日子满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不要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走我们自己的路，乃是我们能够回转过来，相信上帝的旨意，我们也愿意走在那个旨意当中，即便那个旨意可能远远超过我们能够理解的，我们也愿意相信说上帝掌权，因为基督已经复活。这样的生命，我们需要每一天不断的来回想。所以我们也鼓励弟兄姐妹，不只是借着每日的读经。我们在福音队短宣福音队有一个每日省察的功课，我这边用一个例子，它有3个题目。第一个题目是你今天在哪里与上帝相遇，看见上帝国，这是一个值得感恩的，或者是你可以来见证的，上帝在你今天生活当中，向你彰显的是什么？这是一个需要操练的敏锐度，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发现、去敏锐，以至于我们会越来越清楚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第二个也很重要，你就要回过头来也思想，那我今天又在哪里得罪了神？我在哪一件事上、哪一个言行举止上、哪一个思想意念上是不合神心意的？这也是我们每天必须要来操练的，以至于这些关键的时刻都能够成为那个时机成熟的时刻。在每一天的这些关键时刻里，我们都决定来回转走向上帝。最后一个题目是你今天与圣灵的关系，也是借着圣灵的提醒，让我们能够越来越敏锐，知道怎么在这些时机成熟的时刻，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愿上帝帮助我们，因为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学习，尤其我们可能都有我们各自生活的一个困难，也有我们各自的处境。在疫情这么严峻的时刻里，我们有2个月的时间都在家里的相处，越多的相处，可能有越多我们需要回过头来思想的事情。但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是何等的美善。最后的思想问题告诉我们，若上帝的旨意是要叫万有都能够在基督里以基督为首，服在基督的底下，那我自己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我这个角色是什么呢？上帝的旨意对我这个角色有什么样的提醒？我目前正在追求的或关心的，有哪些事情是应该要来调整的？求神恩待，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走向基督，走向上帝，使我们在这些成熟的时刻里，都能够成为做出关键决定、正确决定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为我们今天在你话语里所领受的献上感恩。主上帝，因为我们晓得我们实在愚昧，常常走在自己的意识里，但神，你总是不断的邀请我们，叫我们学习放下，叫我们学习舍己，叫我们学习更多对你的降服。更重要的是，主，叫你的十架在我们身上能够被高举。主，求你赐福我们在这段等候的时期里，主，我们对我们自己生命有更多的反省，以至于当你给我们那可以自由来行动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主，我们看到更多在前头邀请我们来回应你的，我们就勇敢的来回应。求神赐福，让我们今天所领受的能够成为我们这一周的力量与帮助。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感谢主，赏赐伊画面为互咱，这时来吟圣诗350首，
求主施大恩。咱恳求主，含咱永远无三字。而过去即礼拜，伊的确有真侪要摆列伫主面前的祈祷，尤其是即个时刻，无论是个人的健康、咱的心灵的平静，还是咱的手头所做工，家庭有真侪代志要调整，公司大环境有一寡改变，所以咱恳求主伊特别怜悯看顾。咱同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愿即时将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摆列伫你的面前。阮踮咧厝诶，阮的心有真侪意爱，天父上帝你讲话的所在。阮知影，主你欢喜耳耳孔来听。阮将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家庭交托伫你的圣手。无论阮伫厝内是3个、5个，甚至是1个、2个，阮知影拢无孤单，嘛毋免惊吓，因为主你甲阮同在，你的确施大恩伫阮的中间。阮将今仔日的敬拜献伫你的面前，也恳求你施恩赐福看顾，特别是踮伫疫情特别的时刻，阮会当得到救。得着安息，得着快乐。安尼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
阿门。阿门。真侪兄弟关心咱教会事工，所以伫个奉献顶头，你有缘共款会当摕一个批卡，将你的奉献放伫内面，也是讲有去银行，你会当用转账的方式三甲来关心。咱毋若干那关心教会事工，已经2个月啊，所以咱有关心一寡家己徛起的长辈，嘛有关心一寡按外地来台北来树林拍拼。上班、读册，遮的信徒也是青年人，因为疫情的关系，生活咱知影有一寡挑战。咱嘛关心一寡较小型的教会，有的教会40-50人聚会，有的60-70个，2个月无三甲聚会，教会的经常费，这个受到影响。但教会有缘共款。嘛有三甲参与伫咧关心遮个教会，所以你会当通过奉献三甲来关心即个时刻。咱无法度人出来，但是咱的心会当责任出来。主耶稣讲：你的钱财、你的财宝伫倒位，你的心就伫遐。反头来讲，你的心伫倒位，你的奉献就会三甲伫迄个所在建立上帝所喜爱的。关心伫需要的所在，但最后要来吟一首圣诗552首，咱吟第1节、第4节，求主赏赐咱快乐。当这卡本家归我安乐，咱的头前遥远路途，有人求主地保护，一个错路错那更名，要透过伊来进前，我靠上帝好大进前，有进前。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扶持、安慰、医治，甲恁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主过来，阿门。咱的礼拜到这个所在，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上帝应当变救你，也用慈悲款待你，主常常看顾你。咱两边都会当伫咱5区的中间上线，咱会当和长老、祭司三甲分享大道，平安再会。